今次嘅 MS 開箱唔係開箱包包，而係開箱佢嘅香水。今次嘅香水係搖曳人參淡香精。搖曳人參嘅主要成分有豐富質感嘅人參根同埋熠熠生輝嘅銀杏葉。當你噴一下之後，最初嘅嗅覺體驗，初你會聞到人參獨特嘅微苦與甘潤，之後呢就會轉化為細緻綿長嘅清涼木質香，有種乾燥有層次同內斂嘅質感。買呢隻搖曳人參淡香精有3個主要原因。第一個原因，因為佢新出7月31號先出㗎咋。第二個原因呢，就係好少香水會有人參根呢種味道，微苦甘潤嘅味道好難擺入香水，但係 MS 就做得到啦。最後係因為呢一隻香水淨係得門市 MS 嘅專門店先買到，唔係 Duty Free 可以買到㗎。